大家好，歡迎嚟到字裏行間，我係 William。如果有一個人因為你嘅膚色、你嘅背景或者你嘅政見而對你恨之入骨，你會點做呢？你會鬧佢一餐？你會轉身離開？定係你會同佢飲杯酒呢？今日我要講嘅係易思維呢本書入邊最不可思議，同時都係最震撼人心嘅一個故事。呢個故事話俾我哋聽，當偏見已經變成仇恨，當對立已經變成死結，我哋到底要用咩方法先至可以解開對方入邊嘅死結呢？1983年，美國馬里蘭州一間鄉村酒吧入邊，黑人音樂家 Davis 剛剛結束咗一場精彩嘅鋼琴演奏。佢彈嘅係純正嘅鄉村音樂同埋搖滾樂。表演結束之後，觀眾席有一位比較年長嘅白人男性走向 Davis。佢同 Davis 講：我好驚訝，見到有黑人嘅樂手竟然可以將琴彈得好似 Louis 咁好。咁 Louis 就係當時一位白人好著名嘅搖滾樂手。Davis 笑一笑就答佢啦：其實我同 Louis 係朋友，而且 Louis 自己都承認佢嘅風格係受到黑人音樂嘅影響。呢個白人半信半疑，但係都係邀請咗 Davis 坐低落嚟飲一杯嘢。飲下飲下，呢個白人承認今次係佢成世人第一次同黑人一齊飲酒。最後佢同 Davis 講咗個原因，佢拎咗一張黨證出嚟，佢係一個3K 黨嘅成員。3K 黨就係當時美國一個白人至上主義嘅仇恨團體。佢哋非常非常仇恨黑人，咁有幾仇恨呢？佢哋曾經喺超過1個世紀嘅時間入邊，不斷迫害，甚至以私刑殺害非裔嘅美國人。試諗下，如果你係 Davis， 發現坐喺你對面嗰個人係屬於一個痛恨黑人，甚至係會殺黑人嘅組織，你嘅直覺反應係點？你會同佢打過？你會走？定係嚇到喐都喐唔到呢？當時 Davis 嘅反應出乎所有人嘅意料，佢捧住個腹哈哈大笑。當時嗰個白人男子表示佢唔係開玩笑嘅時候， Davis 就收起佢嘅笑容，問咗一個由佢10歲起就一直揮之不去嘅問題。Davis 10歲嘅時候參加童軍旅行，有白人向住佢掉石頭，佢當時好唔明，而家佢將呢個問題拋俾眼前呢個白人男子。嗰條問題就係：你根本都唔識我，你點解會討厭我嘅？呢一條問題就似我哋上一集講到說服人嘅技巧，唔使問咁多，需要做到精準打擊。一個提問就足以令到對方陷入深深嘅反思。嗰個夜晚，佢哋傾偈傾咗好耐。傾偈結束嘅時候，嗰個3K 黨嘅白人男子成員俾咗 Davis 一個電話號碼，希望 Davis 下次演出嘅時候通知佢，邀請佢。Davis 照做啦。下個月，嗰個白人男子真係出現，仲帶咗一班朋友嚟睇佢表演。就係咁，經過一段時間嘅交流，兩個人嘅友誼越嚟越好。最後，嗰個白人男子竟然主動離開咗3K 黨，咁都唔係最誇張。後嚟 Davis 甚至同3K 黨嘅高級領導人坐低面對面去對話。幾十年落嚟， Davis 呢個黑人單槍匹馬說服咗超過200個白人至上嘅主義者離開咗3K 黨，放棄咗佢哋嘅仇恨。佢係點做到嘅呢？佢並沒有用到暴力，亦都冇用到謾罵，佢用嘅就係重新思考嘅力量。要理解 Davis 點解會成功，我哋嚟睇下另一個關於群體仇恨嘅實驗。喺美國職棒大聯盟，波士頓紅襪隊同埋紐約洋基隊係100年嚟嘅死對頭。紅襪隊嘅球迷對洋基隊嘅痛恨，甚至超過咗對自己球隊嘅喜愛。作者 Adam 問咗紅襪隊班 fans， 究竟你哋點樣先會支持洋基隊呢？啲球迷諗都唔使諗就答：
除非洋基隊同恐怖分子對打啦，係咁我哋就可能會支持佢嘅。呢啲就係群體極化嘅可怕之處。當我哋認同某一個群體嘅時候，我哋唔單止會宣揚自己呢邊嘅優點，更加會喺控訴對手嘅缺點當中揾到自我價值。我哋只會睇到對方嘅壞處。Adam 想做個實驗，究竟要點樣先至可以令呢啲球迷放低仇恨，重新思考呢？佢首先嘗試咗尋找共同點。佢俾紅襪隊嘅球迷寫低：我哋都係球迷，我哋有咩共通之處呢？結果失敗，啲球迷就話啦：我哋都係熱愛棒球冇錯嘅，但係洋基隊就係中意咗錯嘅隊咯，佢哋仲好乞人憎添。好明顯，簡單嘅共同點已經唔足夠打破佢哋深層嘅偏見。Adam 決定借用太空人嘅智慧。好多上過太空嘅太空人返到地球之後都會改變咗人生觀。當佢哋喺太空望住地球嗰個冇國界、冇明顯界線嘅藍色星球嘅時候，佢哋會產生一種全球意識，覺得人類就係宇宙中嘅命運共同體。呢一種叫做蓋觀效應。蓋係大概嘅蓋，觀係觀察嘅觀。Adam 想喺棒球迷身上創造呢種蓋觀效應，佢改變咗實驗嘅方法。佢唔再俾球迷思考大家有咩共同點，而係令佢哋諗：如果情況改變，我會唔會變成另一邊呢？佢就問紅襪嘅球迷：如果你出生喺紐約，一個熱愛洋基隊嘅家庭長大，你覺得你而家會支持邊支球隊？呢個問題就好似魔法一樣咁有效。紅襪隊嘅球迷開始諗到，自己對於球隊嘅忠誠，好大程度上只係偶然，因為佢出生喺嗰個地方，同埋有咁嘅家庭背景嘅關係。如果換個環境，佢哋可能完全變成自己而家最痛恨嘅洋基迷。當佢哋意識到呢種偶然性嘅時候，敵意就大幅降低啦。佢哋開始將對手當成同自己人一樣，而唔係某個邪惡群體嘅代表。呢兩個故事話俾我哋聽，要打破深層嘅偏見同埋敵意，我哋需要有兩把鎖匙。第一把鎖匙就係反事實思考，就好似棒球實驗裏邊用嘅方法，唔好問我哋有啲咩唔同，要問：如果我出生喺你嘅環境，我會唔會有同你一樣嘅諗法？當我哋意識到自己嘅信念有時只係因為環境而影響嘅時候，我哋就會變得謙遜，唔再覺得自己係絕對正確。第二把鎖匙，賦予人性，呢個就係 Davis 用嘅方法。3K 黨成員原本將黑人睇成一個抽象、充滿負面標籤嘅群體，但係當 Davis 坐喺佢哋嘅面前，彈住美妙嘅音樂，同佢哋分享音樂嘅熱愛嘅時候， Davis 唔再係一個黑人嘅標籤，而係一個活生生、有才華、可以溝通嘅個人。當你將對方當作一個獨特嘅個體嚟看待嘅時候，群體嘅刻板印象就會開始瓦解。我哋諗翻自己，我哋經歷過社會嘅撕裂，經過唔同陣營、唔同世代之間嘅嚴重對立。好多時候，我哋看待唔同立場嘅人，就好似紅襪迷睇洋基迷一樣，簡直覺得對方不可理喻。我哋可能會喺網上互相攻擊，甚至有人會退出家庭群組。我哋覺得對方被洗腦啦，對方同樣覺得我哋被洗腦。但係呢個時候，如果我哋試下攞第一把鎖匙，反事實思考去問自己：如果我出生喺對方相同嘅年代，經歷過對方所經歷嘅社會環境，接收對方每日睇嘅資訊，我會唔會有同佢哋一樣嘅諗法？如果我哋用埋第二把鎖匙，賦予人性，唔好將親戚睇成係某個陣營嘅代表，而係睇成嗰個細細個嘅時候帶你去公園玩，關心你食飽飯未嘅長輩，情況會唔會唔同呢？第二把鎖匙，賦予人性，呢個就係 Davis 用嘅方法。3K 黨成員原本將黑人睇成一個抽象、充滿負面標籤嘅群體，但係當 Davis 坐喺佢哋嘅面前，彈住美妙嘅音樂，同佢哋分享音樂嘅熱愛嘅時候，
Davis 唔再係一個黑人嘅標籤，而係一個活生生有才華、可以溝通嘅個人。當你將對方當作一個獨特嘅個體嚟看待嘅時候，群體嘅刻板印象就會開始瓦解。我哋諗翻自己，我哋經歷過社會嘅撕裂，經過唔同陣營、唔同世代之間嘅嚴重對立。好多時候，我哋看待唔同立場嘅人，就好似紅襪迷睇洋基迷一樣，簡直覺得對方不可理喻。我哋可能會喺網上互相攻擊，甚至有人會退出家庭群組。我哋覺得對方被洗腦啦，對方同樣覺得我哋被洗腦。但係呢個時候，如果我哋試下攞第一把鎖匙，反事實思考去問自己：如果我出生喺對方相同嘅年代，經歷過對方所經歷嘅社會環境，接收對方每日睇嘅資訊，我會唔會有同佢哋一樣嘅諗法？如果我哋用埋第二把鎖匙，賦予人性，唔好將親戚睇成係某個陣營嘅代表，而係睇成嗰個細細個嘅時候帶你去公園玩，關心你食飽飯未嘅長輩，情況會唔會唔同呢？或者我哋冇辦法立即改變對方嘅諗法，但係至少我哋可以學 Davis 一樣，笑住咁坐低，問一句：你根本都唔認識真正嘅我，你點解會討厭我呢？對話永遠係重新思考嘅第一步。好啦，今日我哋講咗點樣打破對別人嘅偏見，但係呢本書最核心嘅挑戰，其實唔係改變人哋，而係改變我哋自己嘅人生。我哋從小就被教育要設定目標，堅持到底，唔好輕言放棄。但係如果你堅持咗10幾年嘅夢想，最後發覺係唔啱你嘅呢？如果毅力同埋堅持最後變成困住你人生嘅陷阱，咁你又會點呢？下一集亦都係最後一集，我哋嚟講下職涯同埋人生嘅重新思考。有啲咩時候我哋最好堅持？有啲咩時候我哋應該勇敢咁轉身離開？我哋下次見，拜拜。